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06篇第1节到第6节，19节到23节，出埃及记第24章第9节到11节，雅各书第4章第4节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敌或友。以前在集权统治的时期都被教导非敌即友，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就渐渐的失去了邦交国，也渐渐的被国际社会给孤立了。小时候还时常的看到电视上转播有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空军驾驶员驾机投奔，虽然他是敌人，但是因为他叛逃到台湾，就成了台湾的英雄，而且还受到奖赏黄金数万两，然后就一夕致富。是敌是友，完全以当时候的政府之标准来认定。有政治操作的价值的话，那他就是英雄，马上就变成化敌为友了。在冷战时期，全世界国际也是如此，在政治上呢是壁垒分明的。只要认同是共产党的国家或是地区，他们就是跟民主西方盟国呢为敌。但后来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兴起了一种称为模糊政策，或是说政治模糊。这种政治模糊政策看起来敌对的双方也可以是亦敌亦友，更导致后来很多人就变成敌我不分了。目前在台湾的政治状况就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过去敌对几十年的政党，现在却变得好像可以手牵手。信仰上并不主张立场模糊，而是要是非分明的立场态度。根据新约圣经，耶稣对彼得所说的“撒旦，退我后面去”，那个解释呢，就是撒旦就是违背上主旨意的，就成为撒旦。所以非常明白的，在基督信仰里面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也没有这种亦敌亦友的态度标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他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能敬拜上帝又拜马门。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个上帝颁布给摩西10诫当中的第2诫，他这样子说到上帝，他说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下或是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侍奉任何的偶像，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恨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3、4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1000代子孙。上帝说，他要求人们全情的服侍他，
全情的意思就是以全部的生命。现代中文译本说，上帝是绝不容忍跟我敌对的神明。和合本的翻译说，上帝是忌邪的神。对于独一真神、唯一的神论的这种基督宗教而言，是非对错不应该有所谓的灰色地带，不应当有脚踏两条船的宗教行为与崇拜。雅各书第4章第4到第10节这样说道：你们这般不忠不信的人啊，难道不晓得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敌对上帝吗？谁要跟世界做朋友，谁就是上帝的敌人。圣经上说，上帝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有强烈的欲望。你们以为这话没有意思吗？然而，上帝所赐的恩典更为丰富，正如同圣经所说的，上帝敌对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要抵抗魔鬼，魔鬼就会逃避。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要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为善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悲伤哀痛，哭泣，要把欢乐变为哀哭，喜乐变为悲愁。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明白的说，心中有偶像的就不会有上帝，因为他们不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心中骄傲的人就不会把上帝摆在首位。只有心里谦卑，全心追求上帝的人，才能尊主为大，才能见主面，领受上帝的救恩，与上帝同坐席。出埃及记第24章第9节到11节提到摩西等人带领以色列70个长老上山的情形。圣经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连同70个以色列的领袖都上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在他的脚下仿佛有蓝宝石的铺道，像天空一样的蓝。上帝并没有伤害这一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瞻望上帝，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上帝应当是基督徒唯一支持、唯一追求，没有其他可以让基督徒选择以及敬拜的对象。若不接受敬拜、服侍上帝，就是远离上帝。诗篇第106篇第1节到第6节，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述说上帝所做的大事？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啊，你善待你的子民的时候，求你记得我，拯救我。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我们都作孽作恶。19节到23节，他们在何烈山铸造牛像，向手造的偶像跪拜。他们用那吃草的牛的像
代替上帝的荣耀。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忘记他在埃及行了的大事，在罕的地行了奇迹，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的时候，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挽回了他的烈怒，解除了以色列人民被消灭的危机。恳求上帝让我们学习坚定的相信，没有旁骛，没有其他选择，忠心服侍主的教会使人得益处，荣耀归上帝的圣名。我们也再次的为雨杰来祷告，求主你成为他唯一的依靠，求主你将你的怜悯恩典显明，将你的医治赏赐给他，让他能够在医院快快的恢复健康。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